多謝老師一直以嚟嘅教導。雖然你平時係好嚴，但係出發點都係為我哋好嘅。喺度好多謝老師一直以嚟嘅包容體諒，一直冇放棄過我哋。最難忘一定係我人生嘅轉捩點，就係2009年至2001年個全港足球精英賽攞咗冠軍。當我哋輸嗰陣時，好感激佢唔責怪我哋，反而係俾個鼓勵我哋。好多謝胡 Sir， 即係俾咁多機會我哋去嘗試自己想做嘅嘢啦。因為佢，我覺得呢間學校好似一個大家庭咁樣啦，所以想將自己以前感受到呢份溫暖同埋愛去傳給俾下一代嘅球員。最緊要培育校園嘅文化、社會嘅文化和諧。我哋嘅老師都係本着誨人不倦嘅精神，對學生關懷、愛護、循循善誘，啟迪佢哋嘅心靈。我希望藉住1年1度嘅敬師日，衷心向全港嘅老師致敬。各位老師，你哋不辭勞苦，培育年輕嘅一代，多謝你哋。